就答讲，上礼拜我去答讲，我去做食品展览嘅统一，我系担任一间派嘅安多土生业嘅食品公司嘅翻译。第一日，我着早晨9点就爱到飞场，所以我5点就放咧。我急洗摕早晨洗面洗嘴，总就出门咧。我为到爱省钱，唔盼得坐JR，就坐较便宜嘅西田急。没想到西田急早晨嘅急行到新宿，竟然爱点半钟。我行赴唔到9点，先拄请紧张。到新宿嘅时节，因为已经8点半咧，我想掠下快咧，9点撤退无法度到，所以我打电话本介绍掠工作本来嘅贸易公司嘅人，老记费实里讲我要晚8点钟到，打电话我都实往中央线到东京，差头爱往金叶线。我行差唔多10分钟，站到月台，行人行过毛，到飞场差唔多要10点咧。我急去请办事人员，老记费实里，伊讲唔怕，所以我都放心咧。我一路行，拢用走嘅，紧流汗。到现场，我连出汗拢无时间，就开始工作咧。我喊摆唔敢过迟到咧。我旧嘅店伫台湾真有名，本来系卖担嘅面出名嘅，所以掠间店有名嘅系面条，佢有卖担嘅面、关庙面、凤曲面、刀削面、老米粉。头家娘讲，掠下嘅米粉有青多系用天粉做嘅，不过其他嘅米粉有70%系米做嘅。佢还讲，佢还强调，其他嘅面拢系日头去晒嘅，所以真球，唔会黏强下。还有掠几种面做得做意大利面，当中日本人对刀削面一定有兴趣，因为伫日本有很多刀削面嘅店。有一位人客试食我着嘅面，伊讲真好食，伊上爱真后来买。伊讲掠刀削面，煮2分钟都做得咧，真方便。我店还有卖酱料，有豆瓣酱、甜面酱、朝天椒等等。其中日本人一定好豆瓣酱、甜面酱。有一间公司爱嫌我着老记做掠2种商品，伊哋讲豆瓣酱老甜面酱伫日本卖到真好。日本人唔好食有变五香粉嘅东西，所以有掺掠嘅东西拢无人问。
我感觉人家美国真神奇，人总是习惯细细个时节食过个面，台湾人食东西无饼黄香粉都会感觉无辣香，日本人食东西无加调油都会感觉少一项东西。我食东西清淡，对日本食盐咧，倒近我还是感觉日本个面强咸咧。